大家好，今日我們來學習一下如何在 LED Vision 軟件中查我們的網線、誤碼率以及設置整屏的亮度。打開軟件之後，點擊設備信息，探測設備。此時可以看到我們設備的型號以及網線使用情況。在右邊可以見到接收卡信息。在接收卡信息一欄有一個出錯數，它底下的數值如果過高，則說明我們的網線出現了誤碼。此時會導致屏幕出現一系列不正常的情況，就要檢查我們的網線以及網線口是否有問題。接下來再看下如何調節整屏的亮度。點擊顯示設置，在顯示設置界面可以調節屏幕亮度百分比。它調節的是我們整屏的一個亮度，在底下亦可以進行色溫調節。OK，這就是我們今日的內容。